这位呢是学校花重金给你们请来的代课老师王老师，以后你们的生物课王老师带了啊。王老师啊，你跟学生们打个招呼啊。同学们好，我叫王善本，人家都叫我老王，隔壁老王的老王。哎，莫老师，我们上的是生物课，又不是课外活动，你这样请个厨子过来，行吗？那个，我这帮学生们呢，比较任性，王老师你得好自为之啊！啊，好好上课啊！刚才你们有些同学对厨师好像很不以为然呐。我跟你们说，你们廖老师请我过来教生物，生物只是厨师的基本功。你要学生物，首先就得了解生物的结构，在生物学和医学上来讲，叫做解剖的。用厨师的话讲，叫做改刀。各位同学们好，我叫 Richard， 是你们新的化学老师。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之前的工作呢是一名调酒师。其实调酒跟化学呢，那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间万物啊，那都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我们调酒跟化学一样，都是要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产生激情的碰撞，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你们的智慧和勇气。这不同的鱼得用不同的刀，有不同的片法。三文鱼你就得用薄刀切成薄片儿，桂鱼你就得切出刀花，用油一炸，再那么一浇汁儿，那才叫漂亮。老师，您这个光教我们做菜，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厨子吗？我跟你说，不要看不起厨子，吃喝拉撒睡，第一个就离不开吃。厨子里面有哲学家呀，我们厨师界排名第一的祖师爷庖丁，知道不？名为解牛，实为解道。厨子里边还有政治家樊哙，汉太祖当皇帝之前最爱吃的就是他们家的狗肉鸿门宴。樊哙单枪匹马救汉王，连楚霸王都得挑大拇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那说的就是他。老师啊，照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能学好了做菜，我们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你这小伙不错啊！在座的女同学，以后找老公，怎样留住男人的心？那就得先留住男人的胃。你们男同学，这以后就是你们吃饭的手艺。子曰：“学礼毁一生，学文穷三代。”你要跟我干，必成高富帅。生存技巧强，理论全覆盖。怎么回事？老师做实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砰的一下就炸了。意外，这是场意外！啊！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看你们两个人在学校待不下来了。
本来以为做老师没什么难的，现在才发现这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这么大。哎，没事啊，这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看二位还是回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吧。我还是做我的调酒师吧。我最适合干的就是厨子了，当了一辈子厨子，最后这一身惊人的才艺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山本哥，我怎么觉得你来学校是为了收徒弟？这都被你发现了。山本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咱们学校啊，不是技术学院，学生毕了业是要考大学的。但是如果你不嫌屈才的话，你可以来学校的食堂做个大厨。哎，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是说如果啊，又有一些这个好学的同学，你可以让他们过来帮厨。这个名为帮厨，实为收徒，你看怎么样？真的吗，廖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太好了，钱儿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种活不要钱儿也干呢。哎，还有你啊，小二，其实呢，这个阿秋啊，对你是很赏识的。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来酒吧跟他搞一搞？好，来，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好。妈，妈，您听说学校最近发生的事儿了没有？我只是股东，不管学校的事儿。妈，学校最近好多老师都离职了。老师走了再招不就是了？可问题就出在这儿，最近招聘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奇葩，那男的比女的都妖艳，还生说自己是纯爷们儿，一个靠谱的都没有。最近这几个老师连轴转，都快累虚脱了。累点好，累点你就没有时间跟叶小白滚混了。妈，你看，你认识这么多人，能不能帮我们找几个靠谱的老师呀？行啊，真的。我可以给你们找几个靠谱的老师，但你必须给我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我有男朋友。我是说，靠谱的男朋友。叶小白挺靠谱的。钟芊芊，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时候跟叶小白分手了，我什么时候就给你们找靠谱的老师，行吗？妈，您不能拿感情当交易啊！这不是交易，这是一个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采取的一点小手段。如果您真的想让我幸福呢，就更加应该接受叶小白了。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要是真纵容你跟叶小白在一起，那才是害你呢。妈，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和叶小白分手的。那你们就继续找那些不靠谱的老师吧，啊？姑娘，屋里坐，屋里坐。我替你叫的走远。光头机我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肯定是被人给忽悠了。是百罗也这么跟他说的，他不信，就是靠这种小伎俩骗人。哎哥，外面有人找。大姐，哪儿坏了？你就是叶小白？对啊，是我。您是？钟芊芊是我女儿。阿姨你好，芊芊没跟我说你今天过来啊？
找个地方聊聊。好，我先进去换件衣服啊。阿姨，您看，我不知道您今天来，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你想准备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还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好学习，敬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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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王老师，等一下，怎么今天没课啊？这么早啊？不对呀，你平时前2节课很满的，怎么今天这个啊？我刚刚辞职了。辞职？哎，怎么又辞职呢？学校最近缩减经费，工资虽然没怎么减吧，奖金都快减没了。啊，这样啊，王老师，难道你就对我们那些可爱的学生以及我们这些友好同事没有一点点留恋吗？你看你说的，学生当然都是可爱的了。至于同事嘛，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那个王老师，哎，又怎么了？